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冬至乌过年疏，意思是冬至这一天若落雨，那呢过年就会好天。啊，冬至是一年内面日是上短、暗时上长的一天。冬至了后呢，日是就会愈来愈长。这是一年24个节气内面上个重要一个节气。台南的将军区有一个流传136年的仪式。冬至送火王，这个家家户户伫仪式进行的时会关电火，等到仪式完成了后才会开电火。啊，这个习俗主要是因为早年将军区是以棉花产业为主，加上当年拢是马草起的厝，较好导火，所以讲当年拢会伫冬至进前一天来举行送火王的仪式，祈求合境平安。啊，台电为了配合电火的风俗，嘛暂时将这路灯关掉。传统的家庭伫冬至卖食圆啊。今日讲的俗语是冬至乌过年疏。